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到这风台动态。气象署预估，目前伫咧巴士海峡的热带性低气压，上紧伫咧明仔载透早呢，就会变做是今年第4号风台丹纳斯。上届接近台湾的时间是伫咧初6、初7。那气象专家也提醒讲，这个丹纳斯的结果真实前，有机会发展做是中度风台，甚至无排除伫咧台中以南来登陆，请民众爱提早准备。中油山尾头不少人咧排队等时阵吹佚佗，毋过准风台来势正凶。根据气象署东港小琉球各航段未来6日预报，初6上悬永悬有3.6公尺，风力超过6级。来往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航运业者宣布，初5航班正常，初6全日停驶。我们已经公告了，就是礼拜天一整天是暂时目前是决定停航的，以测安全。本来是要3天2夜，现在可能明天就要回来了。那今天载的那个菜啊，这些量有没有增加的？有，增加2倍吧。台东客运业者也公告，初6台东来往绿岛南势准邦取消，目前伫巴士海峡的热带性低气压，按算初5透早甲早起有机会增强做今年第4号风台丹纳斯，上接近台湾时间可能伫拜日到下礼拜日顶半天。在6号到7号上半天，相对是比较接近台湾的时候，海警的一个部分的话，目前还是预估会是落在明天的一个清晨到上半天这段时间哦。准风台丹纳斯正发展，照目前预测有可能沿台湾海峡上北，也毋过也无排除会偏东或者是偏西。无同的路线也为各地带来风雨影响也无同。气象署强调，目前路线依然有变数，专家提醒伊的威力未小，甚至无排除伫台中以南来登陆。它的强度应该不会到非常的弱哦。从模式的预报看起来的话，大概也会有青台的中间，甚至到青台上线的，甚至到中台。专家分析，风雨影响上大的所在应该伫苗栗以南，也有恒春半岛、台东等地。不过因为风台影响上过的时间是伫拜日下晡，即摆风台假可能是无希望咯。其实真的比较有可能放台风假的时间，反而是在礼拜天的大概下午到晚上之后，一直到礼拜1的清晨之前。感觉这一次可能要真的去放到台风假的机会似乎比较低。特别注意的是，也有宜兰到东北角、北海岸、大台北、东平等地，可能因为强烈风台环流受地形影响产生高雨效应，也可能有较强的风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